继续来看考问题的这个歌问题的精笔师柯志如，目前还伫海外也未到案。本地这个柯志如是检察官申请要甲歌问题继续来收押的王牌。不过法官认为，这检方并无说明柯志如涉案的情节，所以将其尾也是裁定互歌问题来交保。讲这等于是大大甲检察官来洗面。 歌问题的精笔师柯志如出公报等来互通缉，嘛影响到案情的发展。检方认为，伊是继续冤押歌问题的关键被告，也毋过法官说无采信。律师会觉得阅卷时间太短吗？昨暗台北地方法院召开歌问题的接押庭，歌问题的委任律师刘正义伫庭上问检方3个问题。歌问题这边怎知影？检方会伫8月30发动搜索。 要告变作证明歌问题只是柯志如倒棚，柯志如若拢唔到案，歌问题唔着拢未当交保。检方强调，各位会当唔相信检察官，也毋过证据都在眼前。落尾法官认为，检方无说明柯志如涉案的情节，裁定歌问题交保。主席会不会觉得司法不公10月底，检方申请冤押歌问题，理由就包括柯志如佮留着境外误窜别境的记录。 这摆个提议做王牌，说互律师团到家。裁定书记录讲，检方并无指出共案的被告柯志如涉案的情节，所以法官无采信检方的证据。而柯文哲的律师可能会程序面先确认证据有没有证据能力，辩护方向可能就会是检方没有办法证明本案柯文哲有对价关系以及违法指示容积的变更。证据是不是无够咱，将会加做后一阶段攻防的重点。 经过起诉了后，检辩的第一件歌问题交保，后续检方是变怎补强证据，嘛加做关注的焦点。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